一字長射。我睇翻積分表咧，肯亞咧就好前下喎，都而家暫時第一喎，埃塞俄比亞第二喎。咦，卡塔爾個隊制方面都唔曳喎，第三嘅喎。因為而家嚟講，卡塔爾咧好幾位呢個非洲籍嘅選手咧移民咗過去之後咧，實力咧就強咗好多。呢個亞洲強國。咁佢哋雖然唔夠另外兩個非洲強國肯亞、埃塞俄比亞鬥啦，都希望喺世界賽裏邊咧攞到第三嘅，所以佢哋都幾位運動員比較平均。睇下前邊啦，哇喺拉到起碼30-40米，冇晒對手啦，走自己。因為大家欣賞下世界頂級嘅運動員嘅跑姿啦，因為比基尼今日比較輕鬆跑得。同埋提早咗加速啊，1000幾米就已經開始加速啦。上身真係好放鬆下。哇！呢度有線一線喎，佢唔好再甩鞋啦，呢度唔會俾人踩親唔怕。後邊阿納特里亞嘅泰迪斯啊，捱得好辛苦啊，捱下又俾人過埋啊，俾另一位肯亞選手高蒙過埋啦。4個運動員有一字長射。幾難追㗎啦！有啲運動員俾人贏咗一圈㗎。不過佢哋咧通常都知道，如果有人上嚟咧，就過去嘅時候咧，就盡量跑外線，唔好阻住帶頭嘅選手㗎。好，個人表演賽，比基尼帶甩晒啦。睇下最後400米會唔會又有個強勁嘅衝刺嚟俾大家睇啦。後邊反而2、3、4名咧仲係好近下，2位肯亞運動員高蒙啊同埋伊貝亞咧就夾住一個阿納特里亞嘅泰迪斯，到5、6、7、8位咧其實都相當近嘅，雖然拉開到好遠嘅，包括肯亞嘅摩斯馬沙啊、卡塔爾嘅傑保利啊，同埋另一位選手肯亞嘅尼加杜尼咧，都係爭取一個對制嘅金牌、銀牌咁樣嘅。睇到啦，比基尼又係嚟到最後400米，會唔會就表演個跑50幾秒400米俾大家睇呢？不過呢度因為斜路嘅400米咧，就好難跑到50幾秒㗎啦。同埋佢都夠贏就算㗎啦，知道後邊都冇人上嚟望下，哇幾廿米 keep 住就算數啦。到呢個階段嘅上身仲係咁穩定，同埋嗰個擺手好輕鬆。呢段路咧就最考功夫啊，因為呢條斜路你嚟到跑12K 去到呢一段再衝個斜路咧，相當吃力嘅。睇下後邊啦，高蒙214號啊，呢度開始踩油啊。泰迪斯以為佢冇啦，縮下又再跟住你喎。上屆冠軍佢都希望攞唔到個冠軍，攞亞軍啦，唔好獎牌攞唔到就慘啦，所以佢都盡量跟住高蒙，希望臨尾可唔可以衝翻過去啊？咁啊高蒙咧就腳比較長啊，好鬆啊，大步落車拉翻開啦。比基尼知道贏緊嘅咧就唔係好加速啫喎，保持個速度啫喎。反而後邊2、3、4位咧就好近啊，高蒙啊，可唔可以追翻近啊？比基尼啊，比基尼望一望你都唔衝啊！2、3名啊爭得好激烈喎，高蒙話泰迪斯又想過翻去，過唔到啦，嚟到呢度一人一步，有距離都過唔翻啦。第3名就泰迪斯，第4名另一位肯亞運動員伊貝亞，咦5、6、7、8都唔知去晒邊，冇人跟到。比基尼作為奧運會前一個熱身賽，好輕鬆，暫時真係世界都冇乜人跟到佢。咁啊，今年個奧運10000米金牌，相信都難唔到佢啦。反而後邊嗱幾位卡塔爾嘅選手啦，雖然前身都係非洲籍嘅運動員嚟嘅，咁啊移民咗過去，都好滿意啦，攞到第6名啊！呢位傑保利同埋另一位咧就阿巴甸就跑第8。咁啊，肯亞一紮運動員翻嚟喎，仲未見到埃塞俄比亞啲運動員。雖然埃塞俄比亞有頭嗰2個，第1名係佢哋攞啦，但係後邊嗰紮咧就唔生性啦。
好厚啊，所以隊制方面呢，肯亞呢就攞到個總冠軍，佢哋係39分嘅。咁啊，埃塞俄比亞105分，哇，輸好遠下喎。即係始終男仔嚟講啊，平均呢都係肯亞運動員呢就絕對嘅優勢嘅。咁啊，第3嘅隊制成績呢，第3名嘅成績呢就係卡塔爾，呢個亞洲嘅長跑強國啊，贏埋日本隊啊！